2026年南國亞軍頭一屆甲雌鷹列做正式項目，已經摕到這參賽資格的屏東囡仔尤佳琪，所以因為運動部一句這無達到標準，無發度出去，決定佇這個項目，咱查甫選手咱是袂派人參加。選手踏入放頂懸，對着海景的起起落落，做出各種精彩的動作。來自咱台灣的屏東囡仔尤佳琪，去年佮另外一位選手詹朴玖參加亞錦賽，順利摕到2026南國亞亞軍的參賽資格。今年初也摕到國內亞軍衝勁選手的培訓資格。不過落尾運動部公布名單，所以無要派因兩人去日本比賽，和尤佳琪的阿母真不滿，因為伊知影囡仔為比賽付出偌濟心力。這個門票是國際廚師認可你們台灣有實力，為什麼我們的2位選手不能去參加？尤佳琪、張國宇，他們是現在目前遴選台灣最強的2位選手，也最有希望奪牌的選手。日本都已經認證，為什麼台灣不認證？我們台灣的水準沒有跟國際這邊去接軌，所以在國際認可的時候，台灣自己卻擋住了。所以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。衝勁在台灣不是主流運動，這回嘛是頭屆列入亞軍的正式項目。台灣摕到參賽資格，運動部選舉成績不達個標準，無要派人去，或真儕人攏想袂通。甚至有日本選手嘛打文出來挑戰聲。針對外界質疑，中華民國衝勁運動協會也打文表示，因為衝勁是新項目，所以提早辦培訓資格選拔。不過亞軍的代表資格攏有相關規定，在咧綁定標準了後，2位查甫選手也是無達到亞錦賽16名內，因此無法度代表參賽。因為你選手在2次的資格賽最好的選手是第7名跟第13名，那男選手的部分，最好的成績都在16名以外，讓能夠進到前8的女子選手也列入在這一次亞運的代表隊裡面。原底也抱着希望的家屬落尾也是一場空，家屬希望國家會當重新檢討制度，莫閣讓選手的辛苦訓練攏正做白了工。記者柯秉哲、柯家族、柯超雄屏東採訪報道。